凤春，今朝早浪向起来过后，有3桩事体不开心。第一桩，房间里向小夫搿场毛病一日重一日，马上就要冬至噻，冬至是个大节气，不知能够渡得过搿个冬至。第二桩，对门乡邻是读书的徐小亮啊，他自家讲，要到堂口去吃麻头，趁心浪向自家想去吃麻头，但是小夫搿场毛病自家又办不开，我办开子也是要哪样办法？第三桩呢，小亮他自家讲，是半山街浪向看见石先生读高三，导致小红和小王辣辣白相观山街。小凤啊，搿个事体蛮大个呀，你有啥地方等我讲起一声呢？是不是心里向越想越不开心？哎，大概正辣搿个辰光，看见石先生读高三，导致小凤、小王都走来着，所以凤春一紧拎子扎来，到进来圈浪向去打菜。小凤，打那李凤春呢，关系是非比寻常。我平常空下来，凤春专门也家里台台唱唱，定定眼睛嘛，小凤搿点命还是凤春救的。因为当时辰光跟死了麻头了，实在不习惯搿种麻头生活，所以搿小凤啊，后日笨笨节，搿石先生真正恶毒，大致讲些能吃麻头，拿小凤一竿子剁了海。小凤这个狗母晓得个不会，跌打自从想去忙小凤吧，不吃。半路浪向一杆跟斗，哎哟，那么屋里向2个病人，隐居的凤春带里阿娇李亚梅，带里到清朗中吃药调理，那么总是小凤搿点命啊偷走来着。所以小凤对那凤春啦，一直蛮感激的。现在一看嘛，凤春啦进来去了，不知道有啥事体哇？这大半小半都他们眼睛过来谈米。凤春，小凤啊，你来了啊？是呀。本来有桩事体要跟你商量嘞。不，我是一问呢。啊？我听家两人讲，啥节啥5多4码，导致你的小王山高头去白相观山街。哎，啥子啊？是忙点么事，顺道便摘子2块莲竹。不为怪，搿平常辰光自家娘头呢，还是今朝自家喝心啊。哎哟，凤春啊，自家个。那。最近先生听听我们个唱啊，是地干不下哦，还上台子啊。那么你讲给到河水拼档么，炒人豆腐搿里不个手。那么现在呢，准备炒档，拿我搭小王拖上台，自家么里面非要炒人菜，对吧？也是三个档叫难嘛。我那个拖上尸的呀。哎，那么说起来，这2块莲竹做棋盘么，谁也吃麻头子呀？凤春啊，我是想开心。再帮忙要帮忙嘛，谁帮忙再得上台呀？是吧？啊是。能够有机会上诗台是最好不原则吧？是的。小凤啊，台下里10遍啊，不就台浪向唱1遍？一点也不错。凤春啊，我觉着你空下来嘛，再得上诗台多练练。哎，小凤啊，我还想再得上诗台。但是小夫搿场毛病，我办脱子也是要哪样办法？那假使能够渡得过冬至，谁不要紧？哦。那么小凤啊，我等你2高头侪是从小死脱爷娘，你2高头你是靠公母，我是打是要相依为命。是呀。现辰光的自来火壳子，穿白色，你才是苦水里向进动的。哎。所以你吃这个碗饭啊，你一定要争气，要出人头地。凤春啊。我想想对的，只要你用心用功，坚持下去，我相信事在人为，对，肯定会得成功的。你一定要争气。不晓得谁那个辰光，理想的丈夫可是一生一世，还有一生里一生。那么凤春搭小凤讲，我也去服侍丈夫们，打你排队位吧。2高头分开，凤春眼睛打在房间里，丈夫啊。你阿哈的家，凤春的家父叫林小天，手拾3小苗金凤2部诗，这位先生中王时代很适宜，可以讲小有神髓。那么哪样到底困得上浪呢？身体不好，
我讲家境一不好，所以定定做定定嘛，那个恶性行为，到今朝已经引将水没。刚刚迷迷哟，本来一生接了个瞌睡，眼睛努力瞌醒。现在抬起头来一看，我冯春进来着。阿春啊，教父啊，你来着？我来着哟。你扶我起来。哦，晓得的。我教父搀起来，两条皮头，一条到你身上盖一盖嘛，另外一条稍微折一折，毛针里背心后头看一看，啥个嘛适宜点。教父啊，阿春啊，我刚刚外头听见你呛得嘞，那还可以说啊。放了。那么我带你去什么做吃？别吃不了。阿春啊，教父啊，几时冬至啊？想啥是后日啊？哦，后日就是冬至噻。嗯。哎，你要讲真话，教父不知啊，斗得过这个冬至。哎呀，教父，你别去哈死呀娘哦，你为得哈给。凤春啊，教父啊，我上浪向困至12点日家，我实在义气。你说，你陪我讲讲噻。还个今朝我陪你。阿春啊，我问你，为啥你这个行当学设施收罪人特别多？哎，把你说起的教父啊，学设施个收罪人的是多呀。我倒要看看你呐，因为你这个行当是个是方言收罪哦，那么你收罪人们弄出来谁是？对个，各方面有优势的。是个。那么再加上学设施的人们，屋里向家境侪太白，侪是城市当中的平民。你要学生意吧，忒辛苦；培养读书吧，本领实在忒大；做体力生活吧，也忒有吃力。只有学设施，顶顶便当，学个本地顶顶三。教父啊，一点也不错。我觉着学设施个本地嘛，真个三。是呀。你假使讲包丝巾付不出嘛，为啥树浪开花？那不是你根丝等待满丝，到山上拼脱2位水，慢慢叫为啥子？做脱几张毛头嘛，插人为啥付脱包丝巾来？对呀，本地是三的。你假使能够创出3个字，成为大相当了。收罪，赋税，上罪。你大个毛头浪向，摆个几个号头，为得收罪，你谁好买住房子？对个呀。所以到现在一直有句闲话，叫好昌西，不叫缺设施。一点也不错。谁是这个道理？教父啊，我现在想想，搿种唱戏还唔少海呀。是呀。那么你想搿种角儿，搭搿种龙台嘛唔少2样哇。装台、插台、搬台鱼。别家个辰光这样也要当的。哎哟，生意还没别去说理呀。生意不还没得讲个对个，西辈子搿点人也开心个呀。这还当个当了，毛个毛哇。是。想想为是你设施海嘞。最设施。嘿，哪怕撇脱。皮薄3衣一领，箱子一拿，回走来，舍不得个呀。对个呀，教父啊。你刚子上雨，吃力，哎呀休息些。啥个闲话？教父12点你什么功力？还是说个2、3闲话？还是我已经行不实在？阿生啊，教父啊，我也问问你呐，聂金凤搿部诗的历史，你阿里讲？不晓得，教父啊。我晓得吧？你今朝也引我开心，特别替教父的义门。教父那边讲出呢。我晓得个，我辣恁前头半边，立志要发起计划编手册。聂金凤搿部诗是个前辈艺人，给老先生受相追所唱。对吧，教父啊，搿个我晓得吧？聂金凤嘛，一2位上高师顶领着。受相追老先生后代当中，小辈当中一2位的个大神，他就是我们先生钱玉清，不得了个大相当。我们先生有个好生子，他就是我们师兄叫华生。各种诗，各种唱，哇啦啦。可以称得当代的妙王。
那么教父啊，我哈门门口，你问呐？跟你讲个话声，但那教父比比嘛，啥人喊你？我得你比呀，哎，不能比，啊，不能比。一个辣辣天浪，一个辣辣地浪。哦，我刚刚出版的辰光还不领本，等到我踏上诗台，自家写上诗，哪么晓得这个里向的差距？凤生啊，教父啊，你今日踏上诗台，你写字诗肯定会得办上的。你要多听听这个诗，多听同行的诗，那个进步是一头。我晓得这教父啊。那么阿生啊，哎，你既然学这个行当，吃子你个碗饭，你一定要用功。你成为大乡当，可是搿种上访领子么子，谁要来登门拜访，门槛要大一。你要是没本事，生意别家，码头再不上，你要去对上访，上访当面看见你，你到里打招呼，对白不走，只当分看见。没本事，也气死个！我是属于来，与儿十年。的是空拉都上皮，那遇了是你，好是在天堂里。上东也打破那个啥家送礼佛为要福顶顶看见那像山神，一个个他笑开这样的竟然把诗来写。叫负责生意呢，灵一理，一说慎重与反关系，倘若乃是大事对象。少吃死，一年40斤，你要靠上里生计爱我，福神张一口气，要控制你，但是将来那大红大子与那一天。
风尘啊，这世态炎凉，我上够了今日郎君一吐这飞风风声啊，教父啊，教父搿点闲话，你千万要当记了。教父你放心，我晓得在。风声啊，你今后下去踏上时代，我晓得凭你搿个貌相，你搿只活龙，你晓得用3分功，你肯定会得大红大紫。这不趁你现在还分出名，教父有几句闲话要关照你。教父你讲，你踏上时代，神之名，有3样物事，你碰都碰不得。教父少个3样么事家，一斗还有别啊。教父看得多了，有种听你刚刚出头的辰光，啥日不错，但是手上是这样做，我在头花一现。我同辈当中有一个人，小辈英雄，活龙八郎郎，质量上是啥日不错，谁是因为欢喜斗，欢喜别，身体擦光，细致下来，身浪向一块洋钿才明白，死了太长，还是两个听众吹之动地，辈子块头上棺材，拿你安置脱的。唉，这位阿珍啊，教父啊，你最上是搿条大路，你千万记了教父4个字，你要洁身自爱。教父搿2声闲话，真是为叫肺腑之言。听得个风尘这个啥个心辣浪赶走来。教父啊，我晓得在哦，你放心，你个闲话我侪记来着。你要记了。别个教父，现在顶顶要紧，你个身体啊，我不要紧的呀。秋家风，心发宽，心发宽平目，不惧手。
也别去想哦，身体也摆容。等待你身体好点，我带教父一台车摩托，但搿些辰光，我队上实施，教父你下头听使，听上我不对个啥话，但我提提意见，再看我进步起来夸。不是，阿是有啥个一天哇？教父你非吓死呀呢？哦，分眼你会得害个呀？阿春啊，哎，我想到在，你等我上下头搿只做箱等我拿出来。哦，你拿出来。晓得在，做箱拿出来，箱子盖里掀开来，教父啊，哎，要我啥？搿个里向有几本像账目一样的簿子，拿出来。哦，冯春燕这里向3本簿子拿过来，教父啊，哎，阿是哪几个账啊？不是几个账，哈，搿个是3本脚本。脚本啊？我跟书的辰光，日里向听子先生的诗，夜里向偷盘了三房间里向，鱼在和下头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的。哦。后来上次时代设置诗，有字的经验，有字的体会，我有所感动。哦。你假使能够泡用上么，教父受不住你吧？教父啊，搿个是哪个一笔财富啊？对你有用的人是财富，对我这样的废人已经不泡用上。觉得你能够有所用处，有所帮助，教父是心足在。教父啊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认认真真学，但你受下去。哈，你受下去啊？阿珍啊，教父啊，你说诗当中有一种境界，你也晓得？不晓得。我记得前辈有个蓝旗人叫雷金鼎先生，李说自己上一首个诗总结出来一句闲话：落人易，动人难。落人易，动人难。教父啊，啥意思呀？虽是你说诗要说得人家写搿个便当的，但是你要说得人家动情，搿个是不轻容易的。外国有个戏剧大师叫卓别林，搿个人真叫懂本事，你是分看见个。我们还是看字第一来晓得的。搿个人专门以写人物，但是呢，写人物身浪向是小了不出。你看自己的戏呀，你会得写啊，心里向会得收，骨子里神操之余会得出内里。搿个真叫有本事。搿么教父啊，我哈门口，你现在10人当中吧，也有个把大胆子搿种境界在。有是肯定有的，只不过我不晓得嘛子。我身旁边，白。所以阿春啊，教父啊，一个人啊，不身体才是空的。教父到现在好不容易悟出这说诗的道理，还懂这说诗的门槛子，身体不帮忙。阿春啊，教父啊，教父搿碗饭食，看上去吃得对了。正辣搿些辰光，李阳妹手里向托着盘，拿着碗药搭在里向，搿碗药茶几上放一放。小天啊，你来着啊？药来着哦，还是吃饱，当心冷脱。你包了嘛？啊，我会得吃的呀。你今朝阿海多家，小天阿眼。喝得多了。哦，你去忙吧。我有点事体，他阿春也谈谈啊。哦，你去吧。葛么我落下鸡汤呀，鸡到后台。哦，神碗鸡汤拨你吃啊。好吧。葛么你去睡呀。哦。这个辰光，待冯春眼睛沙沙的映然出来了，冯春在领子，教父啊，等你配台子上有，我出去搞脱个水，马上就来啊。葛么你去。晓得在。我一等你。我马上就来。冯春打打牙齿，说阿娇，冯春啊，你今朝觉上多教父哪？我看看他蛮还像啥比前2日精神还点在。我看看是不大灵，可张面孔么红澄澄，像一微光飞转着。
我听隔壁个三丫头讲给，说个傻逼人满病送，也死下来夸。哎，假使讲一个练武功的人，你上浪困不来，稍微提出来下来，当就三功，看上去不灵也半路子。那么搿种唱京戏个事，少辰光也想哈脱两声京戏嘛，看上去还不灵子。14个是讲起，困了床浪向，假使讲也14嘛，看上去也醉路子。王爷凤春啊，刚刚到家父，俺当年14啊，实在分是，那就当我太太14个金龙。哦，为何你不能不离14哦？还是进去吧，得去的爱子，到家父也去迷信当自己老缸里烧。干嘛叫我先进去的？凤春重新打开里厢门，手指让搿碗药拿起来。家父啊，搿碗药烂脱在，来吃药吧你啊！我会得吃个。我只有吃子药，与之精神。为何多得你带带？带个。阿春啊，家父啊，家父生病困了床浪向，咽气。我只有说了诗，我才会有精神。我再还能够马上身体好，马上能够打上诗的，几乎好啊！陈三千万不能14哦！阿只要讲个呀，啥辰光你也提出来14嘛，看上去也白了不灵光噻。搿么哪里还是当抄写脱？家父啊，你摆上身体，等待你养好身体嘛，我陪你花园里向去透空气。花园灵光白。盖着配成个骷髅头，你想诗，想鬼子。对呀，打脱了把他就打他就想血头，各种血头混血。对个呀，丈夫啊，这个不顶的眼睛，身体也当心。身体也紧。是呀。丈夫谁是不好的身体？有子好的身体，才能有精气神。你说是顶的眼睛，谁是要精气神？丈夫啊，你说是22个诗的呀？该腔诗里面真还谢在。我不晓得吧？你当头我啥个意思？我懂吧？我们叫3句不离老本啊！实在我困了床浪向真个咽气呀！阿春啊，家父啊，我困了床浪向一直浪动脑筋，一直浪想。你个前辈个种老先生，那这样聪明。你像一部妙经风诗，这个里向几何鬼子，几何善良。是个呀，对不对？这个水缸部都出来这个谁之心？谁了？这个一个人物身浪向，也有几何善良。这个人物几何生动。对个。你说这个部诗，你还是有点心得体会着。这个人物还不像个呀。还有平常辰光。这个人辣戏弄这个开典当的老板，搿淮水人往昔的辰光，凤春香拿吵来吵去吵不开，一弄得是水浪向这样，不能不离说讲。你讲这一想为何？你不了14，怎么搞当我太太呀？搿么还是神人之宝。我也丈夫啊，说起子，搿个往昔呀，但是真的一位戏剧人物，还不像个呀。搿个人物，可还不像。有血有肉，是的，有血有肉的。阿春，家父今朝说一位诗不能听听。也是夸张，我不是要岔开个呀。那努力应当说水浪着你，是个风尘爱特子。分析这个李阳梅大个3姨梦之两高的4切进来呀。一看没一喊个嘞，兄弟眼瞪瞪，个上浪3万里后头，但精气神十足了嘿呀！小天啊，你3行2声子，你歇着呀！不要紧，我身体自家有数嘛。休息。你多少来着？3姨来看看呢。没喝，你多少？哎呀，袋子5只。烧鸡脆，勉强收了5只袋子。小天，你做啥？今朝听卡头有3个辣海。啊？啥个？今朝我来说位诗本都听听。
哎呀，谢天呀，你万一失事了，你就歇歇着呀。我知道是我最开心呀。山高头一看个中枪的嘛，拉不脱个这玩，看上去是够不够紧这个子。说大家才是爱口音人，还是红尘来，向我来吧。家父啊，阿春啊，你真的要失事吗？我这本不舒服。爹，现在有心我来说。我精神好了海呀！你当我听听看，当我提提意见。哦，你也是。说是我来说不来听。乖，啊，那么你试一试。好个呀。你说是我来说不来。哦哟，家父，你当我提意见啊。那么来那来那。那么家父，你听下我说道。我听好了。谁知在我家王邦，生前关于别来里的绝育，谁知在实在不办法嘛，家罪加谁？吃到了最时候的嘛，现在打入到了了。停下来。家父。阿春啊。哎。你这个失事那是背书的干，立到的没动，在肉丝干吃不动，你不轻松无节。所以家父，我要请你当我提提意见呀。你要这样说。谁知谁？我家王邦，手最中会有明显的那巨风雨，今朝谁是呀？别上来！俺估计，谁是呀？别上来！谁知这个脾气，谁知这个个性，哪肯说水带劲？这个里向用说水带劲。所以你初三三分家追交谁？家子三分乐趣嘛，那个狮子老讲，都来啊！当去龙快四喜哟，一东方皆有木，南方兵丁后，西方神为师，北方武士金，中央富士土。两个狮子讲心里那个你不懂得搿种但是个方式吧，你不懂吧？搿么是你都操成阿懂，搿操成你懂吧？搿么你都当我去龙块四喜鸟，也三寸黑木，三寸解放，称一分肥个，称不分真个，台北一眼眼，落福鱼嘛，大本谁人不大个？啊！你都啥地要夸奖？哎呀，这样喝不这样个事，你都非来不谢，你都让我夸奖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是说的真着，终是他的子，若人义，动人哪个境界？我开心，我开心啊！谢天，谢天！看你爱心望出对面国里向一时佛威上下，另下天个被代事女人，谁要是讲默默无闻当中追来，但是你对代事女人个可爱，对平台个依据。沟通之风尘，影响之李凤春的一生，等到另下天一时，这个千金重担在阿德之李凤春身上，那么李凤春也背包当水鼓当闯荡江湖，到底那行倾听我为。这个一位郎君行呢，我拿上本子的辰光，初一看呢，我想个是蛮难识的。那么，其实后来跑了跑呢。对里向个人物的产生之感情者，那么可算是辰光会比较仓促，所以呢，这个会分黑还叫磨砺，所以是讲仓促的进入出来，有点遗憾，有点遗憾。就在这个电视上做这个我说春吹呢，我觉着辰光还是紧张点，因为是毕竟搭这个集中人物还是不大好用。假使个辰光宽裕点呢，我估计应该比赛录出来会也更好。再见吧。平台活字典每天第一点。第三位书里向呢会讲到一个插题，
来的这个市场里向统计人数啊，但是侪是数做天子的，就相当于4片。那么昨天那样子的呢，大概从1寸来看，4到6寸长。那么上头有搿种虎形的鸡啊，开了海盖。比方讲开的是广元市场，那么那个昨天呢就是广元的4片。昨天喊的呀，环保实用，还可以循环利用。那么呢，就要讲到拆迁在，啥叫拆迁呢？就是现有的厂房那样子来分层，上水的下水那样子分层，搿个就叫拆迁。那么还有来吃天子，啥叫吃天子嘛？就是搿个厂房来不大规矩，每日天摆上来个水片数目不对，明明380个人，礼拜只有300个，还有80个拨搿出来自家吃脱个菜，搿能嘛是用勿着分层子啦。那搿个就叫吃天子。其实我刚刚出来辰光还碰着过个呀，哦呀，有种老板吃天子吃得了翻面孔，搿上年头个，而且胆子越来越大，专门欢喜欺负搿种年轻的演员。你碰着烂剧店个烂演员是厉狠个，自家先说位置的。碗里向鸡排，树里向鸡排，是一手没听上之外，留下来这一看，几只空位子，一目两然，难吃天子，里发闲话。老板啊，你今朝个做生吃得有点多啊，老板也好要问责不管。那么呢，搿个就叫不讲丑，留点面子，大家心照不宣。